台东新运公园有一座人工的活水湖，最近水底草是愈生愈悬。今年县府是头一届就志工来个校草，用人工先把水面上的草甲剪掉，无想到讲干那半工，就满有2栋瓜才当，意外是清袂了。这礼拜台东活水湖要举办铁人3项比赛，工作人员伫湖中做准备。即马台东准备要进入水域活动的大月，不过捌有选手甲伫水中活动的民众讲，游泳的时阵去吸到水草啊无细字，会去惊到手甲骹。县政府这个月邀请台东县水中运动协会的志工闯入去水中，用手甲水草啊拢抠掉，一早起就清出2栋外的水草啊。有一些人对这些开放水域不习惯，他碰到水草，这什么东西碰到我？人工清除有限呐，但是你全部把它清掉也不好。活水湖有1.2公里长，面积差不多11公顷，2至4公尺深。县政府表示，这届清出来的水草啊，长度上长的有3公尺。不过考虑生态保护，将来当用人工把较长的草啊扣起来。未来下无定期监测水草的成长情形，再搁请志工来清除。大概就是固定会在3、4月的活动旺季之前，然后我们也会看，如果后来又长得太长的话，我们也会再多办几次。县政府表示，活水湖变作国内水域活动热门的场所，不过清除水草的工作真专业，嘛真了工，会阁招偌济团体志工加入协助清除这些水草啊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